咁啊，過咗清明節啦，你係咪覺得咧最近可能咧有啲能量下降，同埋咧諸事不順咧咁樣？嗱，不妨咧就學下咧我今日教大家嘅方式。嗱，清明節嚟講咧，大部分嘅朋友咧都會係上咗山去拜山啦，或者屋企人拜咗山，咁啊佢都會帶到啲唔好嘅磁場翻嚟嘅噃。其實最好咧過咗清明節咧，就係翻屋企咧就用碌柚葉清洗一下，因為好多人拜完祖宗之後咧，未必一定有過火先落山嘅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係冇做一啲預防嘅措施啦。咁喺度教一教你啦。咁除咗頭先講嘅用碌柚葉沖個涼，最好嘅方式可能咧就係用七色花嘅方式啦。咁七色花咧，如果有浴缸嘅話最好啦。咁樣咧，你就可以咧泡1日又好，泡7日就最好啦。咁樣成個氣場咧就可以煥然一新嘅噃。如果你真係遇到咁嘅問題咧，不妨喺評論區咧留一留言，我教你點樣去做得最好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